今日為大家示範其中一款馬來西亞甜品安爹安爹嘅整法。材料有糯米粉、板丹汁、椰糖、椰絲同埋鹽少許嘅。首先，我哋將椰糖切成碎塊，將糯米粉同埋板丹汁放埋一齊，用手搓至均勻。將糯米粉搓到不會散落，為之完美。我哋先將水煮滾，喺等水滾嘅同時，從板丹糯米團搣出細塊，搓成圓粒狀，喺中間撳一個粒位，將椰糖放入粒位，再將佢填補，再搓圓，大細依個人喜好決定。再將椰絲同埋少量嘅鹽溝埋一齊。喺水滾之後，將搓好嘅板丹糯米團放入滾水中，一直到板丹糯米團浮起就 OK 啦。再將煮熟嘅板丹糯米團放入侵咗鹽嘅椰絲鋪勻，咁就可以上碟啦。一碟美味嘅安爹安爹就大功告成啦。